较早阿里山开发山拿，互嘉义市有木刀的名声。为了要推广木刀3点控的政策，嘉义市举办建筑设计比赛，希望互都市更新的危险老建筑会当运用木造建筑法。设计师向大家绍介作品的想法甲理念，来自美国、欧洲、日本甲台湾的建筑设计团队，以家己木刀的概念，用木构做建筑的手法设计建筑作品，即马伫嘉义市博物馆展出。教练因逐个查的设计、查的时间，拢足有经验，用这个教练的这已经有的这个专业来示范互这个参赛者，参赛者甲将这作品示范互一般的民众，安尼一点一点，咱来创造咱规个这个产业链的紧密关系。嘉义市伫8月，要邀请学者甲建筑产业业者讨论用创新的木构造建筑来推动木刀3点控的政策。即马阁用建筑设计比赛向民众来示范。不过，业界人士却认为，这种工法的成本高，主体建筑阁无成功的案例，需要时间来观察。即马土地已经太贵，这木材的成本会高啦，你的成本阁增加起，以一个建商来讲，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困难度啦。这种的除非就是讲，政府方面啊，各方面有都来配合，才有达成咱这个目标啦。阮即个这个净土，就是要做一个示范，示范互大家讲，其实差厝会使安尼起，这个问题会使安怎解决，伊的计数差不多偌济，互大家对这个差厝有信心。市政府表示，这展览的作品是一个参考。目前嘉义市美术馆就是用这种建筑工法，刷落来会成为公有建筑使用木结构技术。未来会规划奖励甲补助的方式，促进民间的建设，希望带动民众参与整修木造老厝的意愿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